到天涯。告白书也是好重要，爱乜喐入是古話曾退役，相會關鍵要更團結，讓我本然開放更團結。大細物都一條無字眼，愛到冬夏高空來摘呀，美濃山下摘到歸山下，愛住愛呀，好吹舌到阿妹報嘅合作幫白妹講嘅想法。慢數來叫幾多，想被愛引掉縱火，愛捉唔到要睡唔到，風風的事見對見能做，風風的事見對見能做。好，我们继续订正下一题啊。阿尔法大于0小于1，贝塔大于1小于2。有前面条件啊，我们知道啊，1减掉 k 会大于0，负 k 会小于0，1减掉 k 会大于0，所以啊，我们知道了啊 ，k 的值呢就是大于0。专心一点啦 ，k 的值呢就是大于0。小于1啊，大于0小于1啊，各位同学记清楚啊，在联考的时候啊，很容易拿高分啊，希望各位同学好好应用啊，这些分数题目出来的时候，分数都拿得到，好不好？好，剩下的时间了，我看啊，我就来发考卷好了啊。请问一下，我们4大金刚有没有练过铁砂掌啊？上礼拜我来发数学小考的时候，你们4大金刚不在，啊，一样啊，按照惯例啊，少1分的一下啊。下面让名字有出来领考卷啦，我再发，来，运气不太好啊。陈永卫，35分。罗志平，有，考得不错哦啊，28分。真搞不懂你们这几个啊，还4大金刚哎，考得不好还给我翘课啊，没关系啊，老规矩啊，少1分的就是打一下，谁先来？来，不摇啊！我不摇啊。28分，好，留你最后打啊。58，来，手伸出来，快点。啊！杨威，来，换你了。打几下知道啊？换那一只，右手留着让你写字啊。伸直一点。哎！四出面的，搞到这个大叫的。下次认真一点啊！周同学，来，换你了，28分打几下？老师啊，可不可以改发展啊？
发财！你两个兄弟都已经挨打了，来，伸多一刀，缩多一刀，快点！伸出来一点，伸出来一点啦！干什么？伸出来！还敢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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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伸了！这叫做花痴，很做骗东币，骗死，神经病样的拿本身啊！爸，三下啊！上去！上去！啊，马副理，考0分的来的最晚啊！马同学啊，就你这个时间来是来学校吃便当的吗？还有啊，请你告诉全班的同学，你在我的数学考试上面，你给我画是什么图啊？啊？好，借我看一下。哈哈哈哈！艺术品回去说，艺术品。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啊？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啊！你们父母亲辛辛苦苦供你们来高中学知识，就是希望你们考大学，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啊！你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羞耻心啊？高中不是义务教育，不想上课出去，先给我出去！那么不开心的，不要来了嘛！啊，来干嘛？来吃便当？你来干什么？不是搞不清楚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没心肝没肺的，是不是？全部石头蹦出来的吗？啊，18、19岁的年轻人啊，做这什么事情啊？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亲吗？啊，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吗？气死我了！当让我们老师哦，班长下课。看看你们什么样子啊！歪七扭八的。马布里啦，你那60下手劲，我下堂课跟你算账。谢谢老师。不是啊。哎呦！别走。啊，戏出面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！阿发，念的过有心呢，家村和感情都心形的哦。唔免挨骂，免挨坐啦。你啊坐，放屁啦！这个便当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出面的吧？不可能啦，我怎么可能带东西给出面的事啦？怪奇怪哦。大家愈伫出面的向的未来志创，再讲阿这讲用的对唔好，唔会捡新品的家村本啊。好说啦，以后是就是啦，按照发后嘎。好势嘞，那这属于几好哦。好苦啊！这个啊，比我们楼下小吃店的还好吃。你妈的啦！你们家的小吃店除了有包子、馒头、面条，什么时候有鸡腿呀？男的手好痛啊，那个粗面的，当然是收的没力了。细他一口被打几下就鬼叫鬼叫，你很丢脸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故意多喊几声啊，他听得以为打得痛哦，就少打几下。那像你被打还在那边装英雄嘞，儿子，本来就是。后悔啦！你们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有嘛好吵啦？干妈的出面呢，算他有种。有机会啊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干！福林啊，你的考卷上画的那个裸女哦，跟小本上的是一模一样哎。我就是照那个画的啊。今天你们几个被打得那么惨，下午等超一店开门，
带你们去看看真人版，补补眼睛，怎么样啊？嘿，夫人，真的哦？还怀疑嘞？干去不去啦？莫哈软。啊，不去拉倒，反正我又不是没看过。难道我们是现在就去吗？哎，现在才中午，会不会太早啊？先酸了。你们没有听出门说下堂课要打我吗？还笨笨的留在那里让他打。哎呀，又不是打个派给。走啦，就去打个几枪，很快就下午了啦。落去啦，落去啦。哎，等来啊！啊，唔知影咧唱啥物碗歌，安尼咿咿哦哦，咿咿哦哦啦，袂输敢若扣条啊咧。丽丽啊，丽丽啊，丽丽啊，丽丽，哎呦，拜托的啦，不要再唱了啦！啊，逐工拢唱这一条啊，袂输敢若扣条啊咧。我无说，互你唱衰去啦。对不起。啊，搁有啦。我下次叫你的名字吼，啊，你嘛甲我印一个。嗯。哎呦，啊，你的头毛哪安尼啦？啊，要卷不卷的，好丑哦！等下我若洗好吼，去甲你头毛用用诶。那个妆吼也化一化，衣服吼穿漂亮一点。嗯，知道。啊，若有时间吼，也可以跟其他的小姐啊聊聊天啊。莫一个人敢若新妇仔共款啊，踮咧黑白相，哈。嗯。啊，唱歌会听袂？会。回头吼，你哦就乖一点啦，不要动不动吼就想要绕跑啦。总有一天吼，你会互人拍死哟。嗯。来啦，我哩啊。烦恼就是烦恼，安尼讲就讲袂真正的。哦，还要走多久啦？小声一点啦！在哪里啦？前面啦！这样啦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！哎呀，小心一点啦！哪一间啊？哪间啊？中间那间啊？没有啊。你先坐，快点啦！快点啦！酒量袂歹呢。没有没有。这噪音不还做会起啊了？啊，慢啊，是呢。啊！来，啉酒才会长大啦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。这无酒啊了，搁做一罐哦，吼。外口诶，这个酒来啦。创啥啦？叫你也不给我应一下啦！赶快出去旁地，互人客啉啦！
你若一工无替我趁钱吼，我就爱了一工的钱啦，快一点啦吼。哪里呀？哎呦！哇，你有想我无啦？我足想你真哦。正哎呦！哎，老板娘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山东诶，讨厌啦！你豆干了，你个背的。哎呦，你客气了。有屁的呀啦！这是新来的。是啊。我看看。哎呦，来来来。咦，哎呦哎，不错不错。不错哈，来交给你了。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来我来，来，别急，慢慢来。我接落来啊！我接落来，哦，我真接来啦！好好好，接落来啦！哦，你啊，饮酒啦，饮酒啦！给明年吧。啊？来了，啉一杯啦。啊！你这个是安怎？啊！来朋友哦，你果用落底要碰撞嘞，唔啉酒啊，唔啉的，来，我啉，好，啉嘞，你别。唔啉嘞，唔啉还是赶紧啉嘞，啉，不要，赶紧，不要！赶紧，哦，你么？啉啊，干！走了走了。一个无一个做，啊一个款哈，啊教一个囡仔人啊，是咧计较啥货啦？你嘛共款啦，啊册唔好好读，早来咱乱哩乱想哈？你已经落地2年啊呢，你当然是要安怎哈？你当然是要安怎啦？你两个当然是要安怎啦？夫人，马夫人，无你这什么态度哈？是个定啊哟！我叫你好好读册，你是无在听呀？歹势啊！今日无咧做生意啊，今日爽挨啦，咱养来啦哈。错了，太搞歹势了哦，还有整咱来啦吼，啊整老爽来啦吼，来抢啦吼，歹势嘞吼，还整咱来，还整咱来啦吼，歹势哦，辛苦咩，感谢。歹势啦，哦，歹势哦，歹势。阿美啊，啊，甲你带入去。哦，行啦，陪我入来啦。真正是讨皮兄你。你嘛甲入去啦。无你即摆是安那哈？你要我甲恁老爸身子牌扯出来，请你入去哟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你老子呢，我在哪里有让你管的？莫名其妙。太哥哎！过来！我叫你过来是无听呀？
老岁，咱的囝，伊即马册也毋读啦，敢若规工知影点遐闹代志。我无爱伊，甲你同款去行船，我嘛无爱伊哦来接这间地点仔来做。我的后半生啦，我嘛毋敢望伊，要靠伊啦。我敢若希望伊，莫搁伫外口安尼学爸母。你嘛知影，月面拢即个所在，树龙共相，做咱这道的都袂输敢若鸟鼠共款，袂见光的。我毋只希望伊。希望以后会当安尼好好啊读册，将来才有出团啊。啊，毋过伊即马连头号都无爱去啊，我可会当问伊啥啦？老的，咱的囝，都予你来教啦。懂事了。哎呀，先帮你降温消消火气嘛。对呀，干嘛那么小气？我们马上下来了。来嘞来嘞！哇！点开点开，来了！这个！啊！你火气比较大啊！有没有火气有没有小一点啊？看我的厉害！时间啊，做迄种安尼合顿，手就迄种奖牌抽样，身体就迄种传的抽样，是个请假哦。巨人仔，看太可以瞳孔数字大可个要抽水。真的，鼓手啊，用个抽唔强啊。宜安太可，无随风助力安太，我抽唔掉啦。这无一听啊，正与同事哦，也做得到随风抽请假啊。巨人仔，冲哦！阿爸你讲的错哦。阿爸，用很奇非常济，万一以后赢家分阿嫂，安尼以后用很奇非常济哦，唔该很奇面人错哦。唔听啊，慧珍老师好。我妈妈讲吼，等下师范毕业后，前面条路我两个人不信嘞。是，不打失业。志平，回家了。
走。不吃了，你吃吧。你都没吃饭哎，不要跪了啦。不用担心我，快走吧。美丽，你看，走。布林，哦，看到鬼耶！哎，布林怎么这么认真啊？哎，你娘的哦，看到鬼冲小哦。哎，喂，布林鬼来啊！坏朋友不要打扰我看书了。坏同学，紧张来啦！ Good morning. Sit down, please. Thank you. 同学们，上节课我们写了英文作文，现在发下来。
罗志平，啊，你在看什么？没有，你来念一下你的作文。真的要念。站起来念。My English is very 不好。I like food. I like make leg. Chicken leg. Chicken leg, chicken leg. Chicken leg. 啊！你射空气哦，屌我就不空了。哦！哎呀！不是蛋蛋。走了，快点！屌就喊叫了，真还打。唔会讲，唔会讲，吼！去前面射了啦。前面射，自己不是说不翘课？哼！哎，我有上半天课哦。是哦。还不是都是罗胖 ，Chicken Leg，害我超想吃鸡腿，不补一补怎么行？柚子蛮久，来打了，我来。哎呦，当个疯了，疯了！哎呦，让来，哎。凶哦！猪啊！哦，蒙面啊！那你要狗毛啊！我给你打的啊！拉人！别啦！不是变异了，赶出来呀！骗信！哎呦，好痛啊！长那么多芦荟干嘛？快走啦！被抓到就不只是这样了啦！哎呦，还有空讲话，赶走啦！哦。做马啦！做马啦！其他人做马鸡啦！点破点的哦！做马来！能看！哦！太可爱！你的功夫可厉害呢！你看。草啊村，田啊村，真啊村，猪啊村，真你的天才呢！懂演的呀，你的罗氏小吃店的继承人，名号响叮当嘞！哎 ，I like food, I like chicken leg。对，应该是啊。I like egg， 炒 egg， 生 egg， 还有卷 egg 煮 egg。本打算宣布啊，今天以后我们都不会饿肚子喽！讲起来怪奇怪，一下名义会感觉妒忌呢。那是因为啊，我们现在正在发育。哦，现在才发育哦。你们真是一群小孩子！哎，什么小孩子？我们也不过差个1、2岁而已，差不多啦。差多了，老子早就开过炮了，你们有吗？真紧哦，马开时间了，马开时间啊！嘿嘿，不告诉你。去你奶奶的，快说啊！其实啊，天下的女人都一个德性，把她抱起来，然后。乖乖听话了啦！然后呢？真紧哦！真的骗你干嘛？给我啦！福利嘛，啊，你妈从以前就开茶店吗？茶店是我阿公传给我爸的。他说啊，既然身在美浓，就要造福美浓。我妈嫁过来的时候就有茶店啦。
么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我只是随便问问啊。那现在三郎是你的继父，继你老母了！干，他哪里配啊？敢上我老妈，我总有一天要他好看。唔迄个无量啊！你看呐，你头按烂啊，你爸都还18太寒哦，这个生意哦，真你妈不欠死！生气不要生气。本来啦，阿公起来呀，佢讲叫去巡天水，应该下就归来了啦。你马啥？你马啥？我边呀，阿好送呢。啊，去隔壁种啦，阿为点归来。我全部而家時候前無言咯。哎呦，到底嘛嘅事情咯？你用乜眼鏡種咧？阿妹啊！阿新呢，台灣呢，講亞上嘅事情呢，全部都講俾我哋聽嘅。阿發、阿威、羅家嘅生意呢，或者菜店嘅生意呢，四個人呢，明日都唔要學個上課，最數拿去打掉嘅，打阿伯，結果呢，就打死阿新嘅人夾嘅啦。見下主又去打阿伯，頭鴨唇，唔看要唔要欠死你冇下？馬街啊，真是哦！哎呦，下尾我去圖書去挑東西啊！哎呦，阿娘娘阿嫂，阿娘我阿賣命啊！哎呦，好啦，阿明啊，你先莫去痛啦，有事情慢慢來講啦吼。哎呦，阿嫂，俺本來想講吼，事情過去就算了啦，結果咧，咁生意哦，見到見過分啦，俺實躲唔掉啦。白色啦。阿信，你别生气了，那个兔崽子哦，我先替我儿子志平给你道个歉，看有怎么样的损失，我们一定负责赔到底。阿新，老爸講得冇唔錯，有乜嘅損失，我哋來負責。啊，感謝你將一件事情同我哋講。哦，感謝。來啦，先跟阿公一回啦。好啊好啊。某事情要大戏江山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哎呀，还生意高，鬼胡說啊！弟妹，哎，阿姐，哦，鬼鬧嘢呢！都過來，全部過來，快一點，過來！哎呀，你要死死你了！哎呦啊，我都是你，哎，你是爱人哦！怎麼嘅啦？兩隻係喂！怎麼了啊？你要跪下！怎麼嘅啦？我拜死你呢！別當然，告你了！你搞什麼你？慢慢來講啊。接着啊！你在滿在為哪嘢？啊？你偷吃東西還不知道插嘴？你說，你剛剛吃了什麼？我吃了饅頭啊！饅頭？你胡說！老子吃了幾十年饅頭，也沒見過饅頭吃成這個樣子啊！饅頭是黑色的，黑色的。你在咩打阿新姑人家夾嘅，同阿伯啊？啊？冇啦。呢個唔講，要大先叫佢落嚟呢咁啊？冇。韓國冇哈，啊單看你人哦，這位輸哪？啊幾項東西都是。愛年搶嘅迄個狗啊，唔要冇親眼看到，做埋講迄愛年打。哎哦，很凶啊哈！俺上半年啊，不用喊我說的，你蠻多哦，你在副軍，俺一喊嘛，你能走？因為啊，冇做虧心事啊，你蠻好講誒。是那個，我冇走。唔聽唔聽？你衝去哪來嘅？攞實個，幾時衝去哪來嘅？嘿，咩崇拜？我幫你借你幾句，你睇到邊起來啊？嘿！嘅衝喺府裏面啦。府裏，係咪錯點給來呀？阿飛哥，你係唔係啊？每年咯，同個菜店嘅來傾下，冇拖數啊！我嘅菜店嘅來，府裏面迄愛年嘅同好啦。哎呦，你有沒有繼續去傾下？不是啊！真不好啊！我再打啦！真是冇啦！做錯事情要講假法啊！我哋唔加私推前拍，唔見人喺安多人面前喺騙人。為什麼我打了？給我！我打死你！別打！你別跑！真的冇啦！大東西呀！啊！別跑！冇啦！
大事的嘢哈。阿爸，阿爸，爱到睇人，大家生意呢，干涉我唔干涉我？也记嘅生意你莫搞做唔得地，放到这位大阿先人家家边阿被扣来说。你就睇人把人莫做過壞事啊！還要話事呢，讓我本阿爸送去做3人嘅邊咯。你就睇人，我從此假些嘢大事，馬唔怕，唔好只按到人面前打死人呢，按到人前看，你看你把一個人就死人用嘅只係做人啦。你那叫哪考試啊？還有53日。53日，冇兩個日愛放棄嘅咩？做人咪請考試一途，最重要嘅係男嘅看愛監做監當。你同阿先嘅車士里配合。快些是那個。阿伯，車士里。是那個快些。我再也不敢吃你的鸭蛋了。我真見到不？我不應你上面，騙死！誒，先生也來哦。是啊。今年上面係咪見面提學校要出馬嘅事情嚟啊？誒，先生，阿伯係咪提學校要牙師嘅啊？唔咩啦，我迄陣阿發吼來補習嘅啦，佢記得好教，請怪啦。哦，安尼咩？係啦，廿條號，趕快同阿發送課啊！送課。送課哈。收你了。哎，严凤，你干什么？老师打也没打到你，你好什么上？这好老打死你！别跑！别再打！别再打了嘛！别再打！跑！你也才讲我晓的哈，输唔好处哦，去挑人家个做嘛个哈，哎哟，嘛不是哦，炖鸡汤鸭汤不意思啦，你也忙死啦没哈？啊，哎哟，这么更少哦，吐书没吐哦，后面家挑东西哦，哎可么，用按半钟啊啊，19岁又上去了，按都隔壁人生的看哦。你唔要介绍啊！你都介绍死啊！你讲啊！我同伊阿爸结婚的事嘅，有做乜嘅伊嘅对不起伊的事么啊？你做爱介绍的事，我爱死咩？啊！你亏你咯！你老本也送也下，你哪有种读书的人的用神啊？我又会讲阿弟来哦！你还没想要开心啊？你讲啊，系咩啊？你有爱讲吗？中途死人哦！叫我没事不赶快，你出来出来，出来啊！你有没有按不中啊？你做嘛家己跳下身躯的眼角色？一张2万元嘞！如果没无东西吃，做嘛可以挑人家的东西？俺用俺外面，你讲啊！你讲啊！50線數，3種獎125張，錯。投票員315張，有咩啊錯？31張，錯。哎，唔使發啦，唔出貨咩？佢也填咯，啊，唔使發啦。你也填冇寫，我都講法，冇得談嘅嘛。唔寫也填嘛意思啊？啊，看清楚來啊！DXYZ 嘅平面檔吼，第一片吼曬到 B 點，搭擺向左數實嘢檔吼曬隻單位，唔緊用嘅喏，我都講法冇得談嘅嘛。過來啦，難怪揾修理哦。我是同講下，唔嘅成績其他全部以好啦，做迄書方無去決定啦。唔嘅講也好好認真讀書哦，無聽做考到國立嘅太好啦。唔好規日咧吼，
老人也去怎么个朋友啊？啊，马夫人系无？得教，无出脱啦！啊，拢讲啦，好好认真读书啊，无才赢只有按关心，对嘛？唔看，主要按用人啦，怎么要不人受理啦？叮铃下课喽，也好，喺下课嘅時間啦，休息一下，試試個哈。飯條加奶，唔愛加本係，愛帶來希望飯條加奶，唔愛加本係。衝山高冇強強，上後鳥來碰，大強卡衝山高冇強強，上後鳥來碰。